缝纫机啊，在路边捡。哦，那土啦，生锈了，还要把它修复好，不简单啊。生锈了，零件还可以用啊。把土敲掉了，生锈了要处理。那的螺丝转得开吗？会有困难的螺丝转得开吗？可能有什么药剂？你看生锈到那个地步，一敲就快要没有的。敲就没有下去了，断掉了，断掉了。防御锁具有洗，洗掉那个污泥。